觉得不好说啦，就看多少钱嘛。对，我很贱的，我身体是可以卖的，对。就比较寂寞一点啊，因为旁边没有人嘛。一个屏东的全中运的演出，其实就是那一次演出跟上一次的顽童演出，真的隔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就是因为中间都一直在做宣传嘛，都是我自己一个人，然后突然又回到顽童在台上的感觉，其实真的蛮爽的，就觉得哇很热血，然后就是然后又听到那种很熟悉的歌放出来，就是在台上大家玩得很开心的那种感觉，真的还是非常美妙的，对。因为本来顽童就没有解散的必要啦，对，顽童没有解散的必要嘛，就是单纯3个人都想要做一些自己的作品这样子而已，对吧？就是如果有好的电影，当然就是也是 OK 啦，对啊。但我觉得就是试试看啦，试个1次2次就好了，因为电影真的很耗时啊，对吧？然后现在电影就是也不景气，你知道吗？你说那个酬劳真的也没多少，然后你要占我1-2个月的时间，我这个时间随便接几个商业都超过了，就觉得何必浪费这件事？所以说好，撇开赚钱的角度不讲，如果我会接的话，那一定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玩的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不是说哦，因为市场就没多少钱嘛，所以就我觉得我一定会觉得说，你喜欢这个脚本，然后你觉得这是好玩的事情的话，那我可能就干了这样子，对吧？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我爱玩啊，我对于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很容易分心，对我就是会我想用这个这样，对。哪部分的尺度？你说电影的尺度？全裸，这要晃出来那种吗？露屁股，露屁股也不太行。对，我在想什么？不行啊，全裸害羞害羞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导演的功力啊，就你要怎么样让他全裸，然后看起来不会觉得就是对，然后它是好看的，我觉得真的是要看导演的功力啊，对啊，你一不小心就3级片了这样。但你愿意吗？就是为艺术牺牲？不愿意，我讲那么多啊，对，不愿意。看没有？我觉得不好说啦，就看多少钱嘛。对，我很贱的，我身体是可以卖的，对。